团队都跑这儿来接她了，看来这是走了明路的。她男朋友也跟着一块去活动现场，热恋期嘛。跟着。我们差不多12点到酒店，先妆化，然后有一个杂志采访。晚上的活动是6点半开始啊。今天晚上你还住于老师那儿吗？看交通吧。昨天是因为陆家嘴那边的路况实在是太堵了，所以我就去于老师家里玩了一下。后来我就懒得折腾了。小朱，学着点啊！上海的交通。一会儿到酒店，你化妆，于老师怎么安排？他跟我们一起去呀，冒充工作人员就好了。你男朋友长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冒充工作人员，我心里当然有数了。那你还出这种馊主意？我就是想听你夸一下。那于老师，一会儿到了酒店之后呢，你就自己找一个地方坐一会儿，等等我们啊。好。其实我们于老师可塑性很强的，混个头发，戴个眼镜，再换身衣服，冒充我的形象顾问完全没问题。哎，前面不就是 Evan 的造型工作室吗？反正现在时间还早呢，要不我们去一趟？走。今天是我经纪人生涯的巅峰，前面2个就是我的王牌艺人。人于老师又不肯进娱乐圈，别吵，让我做做梦怎么了？